要谦卑嘅人，只係唔會硬性；要謙卑嘅人，按該嚟救吧；要謙卑嘅人，按該俾佢救佢人不行。因為謙卑，只係犯下盡嘅法，都會提跳嘅人難救難帶佢講佢啲佢唔係聽，但係呢提跳嘅人，佢需要佢嘅單殺安難安強安厲害，唔係聽人救。提跳嘅人屬於佢冇謙卑嘅心，謙卑嘅心上帝賜給，阿們。所以即係要有謙卑嘅心，哈利路亞。因為當你看呢個經節，詩篇記25第9節咁樣講到，詩篇記25第9節，呢佢講啲啲嘅事態事頭都講我上帝天大，人人要謙卑嘅人，上帝天大嘅就上帝嘅法律行，然後上帝交出嘅路本嘅本謙卑嘅人，上帝交路本係啥？本謙卑嘅人，因為提跳嘅人交嘅也係佢唔係照上帝嘅路行，上帝講嘅話，佢天大，佢嘅通才對於隆重謙卑嘅人，然後謙卑嘅人，上帝帶佢出路。上帝給佢通才意思，你有痛苦有問題，上帝給你通才。謙卑在上帝嘅面前，一天即刻得勝，一天即刻得到勝利。雖然你係即刻照上帝嘅法行，很猛恢復，很有問題，很有痛苦，很有病痛，但係一個出ไม่安，打得勝。阿們。